继续来到云林的土库，这个旧镇公所的头前有一丛100年的红树，昨暝8点外，常常突然间倒丛。当时摆搭伫个大树骹咧卖天不来头家，去互这个树丛缀着头壳来受伤，好你家在无生命危险，啊人客嘛闪了紧，拢无去想到。也毋过当时无风嘛无雨，实在互人想袂晓讲，这个老树丛哪会怎安尼倒去咧？镇公所讲，真有可能就是这丛老树早就生病了。云林土库旧的镇公所前有几个摊贩伫咧做生意，后壁有一丛100年老树向倒落来，将这个大头车甲头家跌掉。人客呢？哦，人客这闪了紧哦。救护车赶到位，将这个头壳流血这个头家甲救出来，加在送到病院治疗了后，无生命危险。公所透暝派工人将这个树仔甲清理掉，在地人拢感觉真无彩意。100年啊，我若做因就点。对哦，啊，你细汉拢有来遮佚佗无？有啊。嘿啊，那个灯拢坏掉。啊，都无知啊，对无？嘿啊。在地人嘛感觉真奇怪，昨下晡2点外，虽然讲有落1点钟的西北雨，要过树仔倒落来是暗时8点，公所讲树仔可能滴到树岩啊。突然倒塌，而我们初步的研判，可能它根部有一些受损。公所强调讲，会请专家来现场，若是确定树仔倒来原因符合条件，对协助受伤人申请国家赔偿。